我哋都會延續翻以往嘅輝煌同埋嗰個傳統，結合傳統同創新去重新演繹黎華軒嘅新嘅魅力咯。我哋都會感受到呢種延續嘅壓力嘅，同埋我哋都會重新結合傳統同埋創新去演繹翻新嘅黎華軒，帶俾啲食客新一代食客嘅體驗黎華軒嘅魅力。我最中意咁多款點心咧，我最中意嘅係錦鯉餃，同埋客人咧都中意佢栩栩如生嘅外貌同埋如意吉祥。我哋係採用高品質嘅食材同埋精湛嘅手法，使每道點心都可以展現現代粵菜的藝術精神。我哋咧設計過呢本菜單之前咧，係以傳統嘅廣東菜、經典廣東菜為基調。傳統嘅廣東菜係講求食材嘅新鮮，所以我哋所有黎華軒嘅食材都係新鮮嘅，再加埋新派嘅擺盤，做到一種令人耳目一新啊，好 fusion，但係食落去又係好熟悉嘅味道。